立法院今日處理選舉罷免法修正案，主張受到異刑處分，比如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者，嘛當登記參選。早起的時陣呢，佇議會三讀通過了。報告表決結果。好，謝謝。報告表決結果，出席105位，贊成57位。反對48位，贊成者多數，全案表決通過。我們現在做以下決議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6條條文修正通過。其實咱很多會當看到，立法院長韓國瑜啊，伊這個推啊卡落進前啦，現場其實有真儕人咧吵鬧啊。因為這屆吼一個點吼，民進黨質疑這根本是為新竹市長高虹安咧解套。不過民眾黨啊，伊認為講唔是安尼啦，而且有強調這個修法並無幫特定的人士。國民黨認為啊，愛兼顧憲法、參政權以及比例原則咯。